嘿，大家好，我係羅士強神父 Father Stephen Law， 我係耶穌會嘅神父啦。我記得我領洗完之後，跟住翻去埋自己個座位嘅時候呢，我就跪低咗，有個好安靜嘅一個好短嘅祈禱。我當時因為好開心啦，即係可以領洗啦，咁咧就跟住同天主講咗句説話，我話天主啊，好多謝你咧，終於讓我咧有機會咧可以受洗，成為一個跟隨你嘅門徒。如果天主你有啲咩需要我幫手嘅話咧，你就即管同我講啦咁樣。所以嗰陣時咧就喺裏邊啦，呢一個祈禱咧喺我代父側邊咧，我就心裏邊係做咗呢個祈禱，冇講俾任何人聽。到最後咧，自己去睇翻自己回應去做神父呢一個或者加入耶穌會呢個聖召嘅時候咧，就諗翻起呢個情景啊，原來咧當時可能自己咧個祈禱裏邊啦。天主聽到呢番説話咧，就開始咧俾自己一個指引。因為我記得領洗咗冇幾耐之後咧，有機會咧4月領洗，大約6月初嘅時候咧，參加咗教區咧一個類似一啲嘅青年營啦。當時咧有一位咧修女啦，叫做呂煥卿修女啦。佢就咧即係報咗名之後咧，我就打電話去報名啦。同修女講咗啊，我想參加呢個活動啊。修女話好啊，冇問題，歡迎你啊 Stephen 咁樣。隔咗幾分鐘之後咧，我就即刻再打翻個電話俾 Sister， 話翻俾你聽。Sister， 我想問下咧，參加完呢個活動係咪要決定做神父？修女當時咧好開心咁喺電話笑住我講：傻啦，玩下㗎咋咁樣。不過咧，讓我依家成為一個神父嘅時候，會記起翻呢一個幽默啲嘅片段，就係 Sister 話玩下喎，或者我自己喺領完洗之後翻埋位喺度祈禱嗰份嘅説話，到最後原來今日就係成咗一個事實。所以會睇翻咧，當我哋自己願意去回應天主，天主咧唔會咧吝嗇我哋自己嘅回應，同埋咧天主亦都會幫助我哋可能都會好幽默嘅用佢咁嘅形式咧，去幫助我哋點樣引導我哋咧去回應佢嘅召叫。